回来啦。三公主是担心韩某与玄虎勾结，互通信件。我说是竹筒先动的手，你能信吗？三公主说笑了。不跟你玩了，我今天是来办正事儿，你把眼睛闭上。韩某最近是做了什么事，惹三公主不悦，想要除之而后快？不是，这不是你想那样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无心与你玩闹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2天心情不太好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不是。这胸围跟腰围怎么量啊？我想这样杀他，他就天真无邪，对我投怀送抱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忙吧。我才不稀罕。